海军192舰队的大功，佮有应用军舰拢已经超过70档咯。伫台湾嘛，至少服务超过30档，早起退休咯。这两只军舰的退役，嘛代表身躯军舰的世代交替，嘛向定讲咱的国造、国艦国造是愈来愈稳定。未来新的军舰会继续来捍卫国土安全。 国旗慢慢降落来，代表军舰任务完成要退休。海军192舰队大功含应用军舰，舰龄拢超过70档。在伊伫高雄新兵码头办联合退役典礼，真侪捌伫军舰顶悬服役的退伍军官拢登来见证。在不同时期之下，不同的威胁，在国建国造的政策之下，后续将有更多新一代的舰艇来取代现行传统的舰艇。 40块炮，这装备拢要甲下落来。负责脱带救援任务的大公军舰是民国33年起的，捌属美国太平洋舰队，参加过原子弹测试行动。美国退役40多档了后，咱的海军买过来，继续服役34档了后，才正式退役。在船上跟官兵生活了1年多，那也一起在海上同甘共苦，乘风破浪的去执行任务。那大刚军舰要除役了，对。 船上的一些官兵弟兄都感到非常的不舍。准确领冠的差纹是真明显，海军上尾一只插壳的少女舰应用军舰是伫民国43年建造，美国服役到83年了后退役，隔年伫台湾成军，伫台湾美国拢总服役差不多70档，即卖一退役，海军会升进国家，打造目前精大类载具减少项目。碰到下雨天或者是梅雨季节，船上的弟兄就要比别人更用心来维护我们的装备。 以及我们生活上面的环境，我想也是因为这样子，让我们更凝聚，也造就了我们这一群木船上的钢铁人。大公应用舰陪伴海军是超过30档，退役了后会到基丁的保养厂去封存。因的退役唔那是代表身躯舰艇的世代交替，嘛代表国艦国造是愈来愈稳定，持续打造新舰，来守护咱国的强国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